其實好開心呢一個品牌可以攞到呢一個大獎，因為呢個品牌係香港嘅首創。咁我哋係24小時提供呢個保險箱嘅服務，同埋全智能嘅一個保險箱呢個新嘅體驗。咁係一個香港比較突出一個服務啦，所以我哋都好驕傲。我哋開咗其實係正式係大概1個半月多啲啦。咁我哋所有個箱咧都差唔多已經係租咗80成出去，咁呢個成績係非常之好。一個咁特別嘅保險箱服務咧，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受惠於香港所有嘅家庭。咁未來咧，我哋會將呢個服務咧伸延到去各大屋苑嘅會所裏邊，希望喺嗰度居住嘅居民咧係有最近、最方便、最高級智能嘅保險箱。我相信咧，就由而家嚟睇咧，就現今嘅科技咧係需要將物管、保安同埋甚至乎保險箱咧係推一個新嘅境界。咁所以我哋首先喺保險箱方面咧做一個新嘅領域啦。咁所以對我嚟講咧，其實都希望將成個物管同埋保安嘅板塊咧更加智能化。